花花，万万不可冲动行事。相思成疾，3日为限。如我3日不到京城，他便要杀了我的爹娘。伯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此番必使他请君入瓮，待我们想到万全之际，再反之也不迟啊。没有时间了，蒋洛要的是我别无选择。花花不必如此着急，我已有不许。不是你的爹娘，你自然不着急。可你若这般鲁莽而去，我亦是去送死。我班家人的死活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站！花花的家人亦是我的家人，怎会与我没有干系？让开！好，若花花执意要去，容某陪你便是。我不需要。明知是计，花花为何还要自投罗网？伯爷，自从祖母死后，我便立下誓言，我要担起守护班家的责任。我不能再让任何人伤害我班家之人。花花心里明白，此次回去，蒋洛一定会布下陷阱。可我若是不去，万一我爹娘出了意外，我这辈子绝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所以伯爷，不要再说了。今日我必须走。若花花有什么意外，容某这辈子也绝不会原谅我自己。容某答应过花花，花花想去哪儿，容某便陪你去哪儿。可是大业需要你，为父大业的正统，解救千万百姓，全靠太子和伯爷。上一次伯爷因为救花花，已经将江山错给了蒋洛，这次还请伯爷以大局为重，切勿因花花而乱了分寸。容某从未后悔为花花做过的任何一个决定。花花，你可知道，你若前去，你有可能再会无期了。此次前去，我真的可能和伯爷天人两隔，我舍不得，但是我不得不舍。伯爷，今生欠你的，容花花来世再还。驾！表妹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，用自己来换爹娘啊！这不正是你所求吗？啊，对，我的目的就是抓你。就凭你，也想抓我？你简直做梦！